咁大家可以留意啦。咁喺下元白運期間咧，咁就九龍站有星啦，一啲嘅奧運啊、南昌啊，甚至乎海港城啊、貝沙灣啊。咁點解啊？大家都西南見水，點解人哋嗰啲貝沙灣啊、九龍站升到叭叭聲啊？點解嗰個掃管笏咁遲先升，升幾年就冇咧？咁如果想親身見到我嘅朋友咧，咁就係嚟緊就2025年嘅冬季購物節，咁就12月25號啦，去到12月28號啦，咁亦都可以喺依度嗰度揾到我嘅，我哋到時再見啦。大家好，我係唐碧霞，咁我今集咧就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啦，咁到底我哋投資買樓邊一區好啊？因為呢一個嘅話題咧，咁好多嘅朋友啦都係特別有留意啦，特別會到底其實買邊區好咧，或者我哋邊一年買樓好咧？因為其實一啲叫做投資啦，或者可能理財啦，或者一啲樓市金融啦，咁其實就大家都見過有好多唔同陸陸續續嘅訪問啦。咁其實大家都好想知道到底我哋要點樣投資啦，我哋點樣理財啦，甚至乎我哋買邊一區幾時買係最好。咁我哋呢一條片咧，亦都會慢慢話俾大家聽嘅。咁所以呢條片咧，亦都非常無敵嘅重要，大家記得要 mark 起嚟，特別係你想一啲叫理財啊、投資方面嘅。咁我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啦，記得要 like 啦、subscribe 我 channel 啦，同埋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睇啊。同一時間啦，提大家啦，咁就唐碧霞馬年運程書咧，咁已喺各大嘅 OK 便利店啦、71便利店啦，或者書報攤、書局咧已經上架啦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啊！咁想揾我朋友咧算命啊、睇風水啊，咁亦都可以嘟上面嘅 QR code 嘅。好，咁我事不宜遲啦，咁就準備同大家分享一下啦。首先，而家呢一刻咧，咁就叫做下元九運。下元九運咧，咁就係我哋一啲叫做地運啦。我哋嘅地運咧，其實每180年咧，咁就會嚟一個循環嘅；每20年咧，咁就會轉一轉嘅。地運其實即係咩意思咧？咁就代表住啦，未來呢10幾廿年邊一區可以行運嘅。咁嗰一區行運又代表住啲乜嘢啊？大家可以諗下啦。假設呢一區去準備行運，行運即係咩意思咧？即係由冇人變到多人，咁多人咁佢哋就聚集噶咯喎，聚集咁可能佢哋就會有一啲經濟嘅活動啦。咁例如可能會開始會做生意啊，或者可能有啲人多咗嚟入住啊，咁可能一啲嘅房地產啊，一啲嘅生意啊，慢慢咧咁就會湧上去嘅。咁大家都去諗啦。咁其實香港咧，即係開埠初期嘅時候咧，咁其實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新市鎮啦。咁新市鎮開頭其實係冇人噶嘛，係咪？即係填海嘅地冇人嘅，但係慢慢因為填海地我哋稱之為客土啦。咁客土咁其實過咗10年之後咧，其實就慢慢聚到氣噶啦。佢即時未必有嗰個氣嘅，但慢慢聚到氣啦。咁然之咧，啲人咧就會慢慢聚集，即係好似沙田新城市咁樣咧，而家係超級無敵旺噶嘛。咁佢慢慢聚到啦，咁你乜多人嘅，咁就自然有經濟活動啦。可能有啲人買樓嘅、租樓嘅、做生意嘅、租鋪嘅，咁慢慢嗰區就旺，從而咧就會令到個樓價上升啦。咁所以好多時候咧，點解我哋講地運咁緊要咧？其實最緊要嗰個地方有運行，就代表住多人聚集、多人入去住。你諗下山卡拉嘅地方，你就算點樣行地運都行唔到啲乜嘢噶嘛。嗱，下元九運啦，我哋有一派咧，咁就叫三元水法啦。咁就主要咧就同大家講，我哋有4個 concept 嘅，咁就分別係寧靜吹照。寧靜吹照咩意思啊？第一樣嘢，我哋嘅凌晨水，凌晨水啦，咁就代表住北面見到水嘅地區係行運，即係代表住北面見到水嘅地區咧，咁亦都係會多一啲嘅經濟活動嘅意思啦。正神方咁就係代表住我哋一個叫做南面見到山，咁南面見到山啦，我哋對山嘅要求係非常之高嘅。第一啦，唔可以喺啲石礦場啊或者光禿禿唔得嘅。我哋最緊要啦就係個草木比較茂盛啲啦，特別多啲嘅花草樹木啦，特別靚嘅位啦，咁係我哋南面嘅位置，咁就代表住有靠山嘅意思。同時啦，我哋正神方有山咧，亦都代表住人丁比較興旺，人丁就代表住人來人往、人際關係好、身體好嘅意思啊。第3咁就係代表住咧我哋嘅吹官水，吹官水啦，咁就東南面見水，咁東南面見水咁就代表住特別有利升官發財嘅意思嘅。轉頭我會詳細同大家講邊啲地區啦。第4樣嘢咁就照神水啦，咁就係代表住咧，咁就係我哋嘅東面見到水嘅意思啦。咁吹官水同照神水咧最好咧，咁就一齊睇，即係例如假設嗰一區，我東南又見到水，我正東又見到水，咁就特別有利升官發財嘅。嗱，
利升官發財唔代表住嗰區樓價會升啊，呢個係兩個 concept 嚟嘅。如果你話樓價升，一定係北面見到水，凌晨水嘅助力會大好多嘅。咁我哋咧喺白運嘅時候咧，咁我哋嘅凌晨方咁就係西南見水啦。咁西南見水的而且確啦，03、04年沙士期間，九龍站其實4、5千蚊都有一尺添。咁而家升到分分鐘3萬、4萬、5萬都未必買得到啦。咁呢個咧就係西南水慢慢入咗嚟啦。咁佢個運越嚟越好嘅。咁大家可以留意啦。咁喺下元白運期間咧，咁就九龍站有升啦，升到叭叭聲啦。一啲嘅奧運啊、南昌啊，甚至乎海港城啊、貝沙灣啊，呢一啲咧全部都係西南見水，同埋四小龍都係西南見水嘅。咁所以呢一啲嘅樓價，大家都見到節節上升啦。咁跟住啦，大家有一個位置咧，唔知有冇留意到啦？咁就係掃管笏，屯門掃管笏都係西南見水嘅。咁但係大家咧，如果有留意開樓市嘅朋友咧，就會知佢好似係2020、2021年先開始有少少升喎，咁但係去到碧霞老師，你22年就話23年樓價跌2成啊，的而且確跌咗啦，唔止2成添啦，咁的而且確嘅，咁之後佢就好似冇咗嗰個運勢咯喎，咁點解啊？大家都西南見水，點解人哋嗰啲貝沙灣啊、九龍站升到叭叭聲啊？點解嗰個掃管笏咁遲先升，升幾年就冇咧？咁就係因為我哋要講龍脈。乜嘢為之龍脈啊？龍脈即係代表住我哋一啲嘅山脈嘅意思啊！咁所以其實咧，每一個地方咧，最緊要咧，我哋要行運都行咗最當旺嗰一區嘅。所以嚟緊咧，我哋北面見水，我哋投資邊度？首先，2026、2027叫赤馬紅羊劫，容易發生一啲大型嘅天災人禍，甚至乎有機會啲經濟崩潰啊，一啲嘅經濟大嘅損失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啲客咧跟開我哋不嬲都講噶啦，26、27我哋唔投資住，我哋睇28、29到底點樣。原則上術數咧，28、29之後咧個經濟會慢慢上去。咁但係26、27咧有機會發現一啲叫做大型嘅麻煩事啦，或者可能經濟崩潰啊、大型嘅天災人禍、一啲嘅政權方面嘅問題啊。咁所以呢一樣嘢，國家同國家之間嘅紛爭亦都會比較多啲嘅。咁所以如果係投資嘅話，我哋過咗27年之後再投資。咁如果27年之後我哋投資邊一度啊？北面見到水一定，我哋太平山打落嚟，中環、灣仔、銅鑼灣一定係呢啲區份本身已經特別喎，有個龍脈喺度，行運一定係行呢度先嘅，而唔係乜嘢大西北啊、北部都會區。你行咗中環、灣仔、銅鑼灣先，嗰度上咗去啦，嗰啲樓價慢慢升，即係好似行咗九龍站先，跟住再行奧運之後再行南昌，再慢慢行到去最尾，即係10零年尾先輪到掃管笏咁樣嘅意思啊。同一時間啦，咁可能一啲叫做西山啊、馬鞍山啊，的而且確係九運樓嚟嘅，咁的而且確北面見到水嘅，或者可能一啲叫白石角啊，都係北面見到水嘅。但係佢起碼過多10零年先，等中環、灣仔、銅鑼灣啊、西環啊，甚至乎天后呢一帶升咗上去先啊，港島區升晒先，嚟緊先輪到你新界區，因為永遠個龍脈一定喺香港島先嘅，香港島嘅樓會升先過九龍區，九龍區直頭係冇北面見水啦，一定升先過一個叫做新界區嘅。咁就算話北部都會區慢慢發展嚟啊，啲基建起好晒啊，冚唪唥你都要10零年後啦，咁所以最基本㗎啦。咁另外啦，咁呢一個吹官水都想同大家講嘅，咁就係東南見水。咁香港東南見水嘅區咧，其實就唔算好多嘅，例如將軍澳啊、啟德啊，或者可能觀塘啊、九龍灣啊，咁呢啲嘅區份咧，又係有少少問題嘅喎。點解啊？因為咧，我當攞一個將軍澳嚟講啦，將軍澳的而且確東南見水，咁啊特別有你升職加人工啦，即係打工一族入去住咧，咁就 very good 啦，非常正嘅意思啦。咁但係咧，將軍澳第一樣嘢咧，咁佢個地理位置都係比較側嘅嘛，都係比較偏嘅嘛。越偏嘅地區咧，行運都係行得比較遲嘅。再加埋啦，將軍澳咁長期都係有新樓盤賣啦，有新樓盤賣，咁代表住啲乜嘢啊？動土。咁所以啦，唔係成個將軍澳區都唔住得，同樣地，亦都唔代表住啟德區唔住得。咁你睇下動土，你對唔對得正？正如而家依刻，我哋拍片2025年嘅11月，其實九龍站凱旋門對出嗰塊海皮都依然動緊土噶嘛，咁但係有好多人住九龍站都發咗達啦。你買啲可能向內園嘅地方，咁所以呢樣嘢咧，大家去睇翻我之前有條片就講話啊，我哋租樓買啲乜嘢方位，有啲乜嘢要注意嘅事項啦。嗰區升唔升同你住得好唔好根本上係兩回事，大家千祈唔好搞錯。動土的而且確唔 OK， 但係你屋企完全睇唔到嘅，我望住個內園嘅動土有啲乜嘢問題係冇問題嘅 OK。嗰一區動土只不過係我經過或者可能我成日見到，或者我屋企對
對住個窗口，咁就一定有問題嘅。咁至於啦，咁我哋話東南水，咁我同大家都分享過啦，我哋嘅水其實都係非常無敵地有講究嘅，唔係呢個方位有水就掂嘅，完全唔係嘅，個 concept 係錯到不得了嘅。我哋嘅水最 basic 啦，我哋曲水有情，直水無情，咁就代表住啦，嗰個海或者嗰個河流或者嗰個水流，如果係直水嘅話咧，咁就要注意下，因為直水對於我哋風水嚟講咧，亦都係比較急啦，或者可能一啲嘅人緣啊、人際關係啊，咁就冇咁好嘅意思啦。相反啦，彎彎曲曲咧，咁大家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嘅。咁所以咧，大家咧喺買樓投資方面咧，咁亦都要特別注意一下啦。你買之前你諗清楚，我自住，我想自己住到風生水起，一定係其實由頭到尾我純粹係一個投資，我純粹係想喺嗰一個樓價嗰度我有所獲利。因為呢兩個係唔同嘅 concept 嚟嘅，大家就要搞清搞楚啦。咁至於啟德區啦，咁有啲人話得，有啲人話唔得，到底得定唔得咧？啟德區你真要睇屋苑，真係睇坐向嘅，因為啟德區咧，咁我就成日都有去嗰頭度睇風水啦。咁的而且確有啲屋苑可能佢望住比較低層嘅、比較內園嘅，的而且確我好多客喺嗰度做生意係做得唔錯嘅。咁但係我有啲客，佢的而且確，哇！佢買咗層樓喺跑道區附近喎，哇！全部冚爛嗰啲塵土飛揚，咁當然唔 OK 啦。又或者跑道區嗰度，其實大家都睇到啦，咁佢起嗰個位置咧，咁都係直水嚟嘅。咁大家都分享過啦，直水就係麻麻地嘅意思。咁所以咧，其實無論邊一區都好啦，就算你話九龍區成個點算咧，都唔使擔心嘅。最緊要係嗰個方位嗰間屋啱你就 OK 啦。如果你成日都話攞個地區咁籠統嚟講咧，其實講唔到啲乜嘢嘅。如果你夾硬你話好籠統啲啟德區係真係行運喎，觀塘區行運喎，咁最簡單啦。2026年咁本身正東嘅地區係唔係東邊都係行運啦？即係呢個係好概括嘅。但因為咧住屋呢樣嘢咧係好個人化嘅，即係唔係個個人都得嘅。即係例如我住依間屋我 OK， 你住依間屋你可能你唔 OK， 咁所以呢啲嘢咧都要因時制宜，同埋咧就係因個人而定嘅。但係如果投資理財嘅話，一定係中環、灣仔、銅鑼灣呢一啲係最值得投資㗎啦。投資咗港島先，咁如果你有多餘閒錢，或者等可能北部都會區啊，或者大西北嘅地方啊，佢啲基建啊各方面搞掂咗啦，到時再慢慢投資都唔怕嘅。咁但係九龍區嘅朋友啦，又唔使擔心嘅，風水輪流轉啊嘛。我嗰時做訪問成日都講嘅，呢度咧就上元一運有運行，幾時輪到上元一運咧？咁就2044去到2064年啦，都有運行嘅。始終風水輪流轉啦，唔會有一個地區永遠行衰運，亦都唔會有一個地區永遠行好運嘅。咁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嘅話咧，咁就記得要 like 啦、subscribe 啦，同埋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啊。同埋咧，記得要訂閱我哋啊。有任何問題咧，亦都喺下底個留 comment 嘅。同埋想揾我嘅朋友咧，亦都可以嘟上面嘅 QR code 啊。咁我哋今集時間差唔多，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